如何更换这个电动车后桥齿轮油？首先需要借助一个扳手，10到12的扳手即可更换，非常简单，一上手，先拧动后桥下方螺丝，漏掉废油，再把上方加入孔螺丝取下。正常后桥上方螺丝是带眼的，后桥是需要排气的，是排气的作用。下方螺丝不带眼，它已流出的废油已经黑黑的了，而且已经没有多少油了，严重缺油。这款3轮车只需加2只就够。放完废油后，拧紧下方螺丝，拿出我们的齿轮油。这款齿轮油